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对面特国语加逃走出来受刑人林信吴，加对管的2名警察抬死，台南地方法院一审判林信吴死刑。行政院宣布，对明年2月开始补助这公私立大学学生带学料费用5000块。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这宿舍费用要有一定标准。美国加拿大边境的彩虹大桥日发生轿车并车在检查站爆炸，驾驶乘客2个人死亡，目前排除恐怖攻击。去年发生在台南的受刑人抬警察的案件，对面德外一家逃走出来受刑人林信吴，伊偷骑奥多摆，说互这警察追赶，落尾伊是拿刀抬死杜明成、周瑞杰这2名警察。去年9月呢，这检方希望法官给判死刑，台南地方法院审理1年多，今仔日一审宣判林信吴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去年8月犯下惊动全国的杀警案凶嫌林信吴，若是夺枪，也阁使用残暴手段攻击民权派出所警员杜明成、周瑞杰，2个警员就安尼殉职。去年9月落网了后，检方求处死刑，经过台南地院审理1年多，台南地院23一审宣判，判林信吴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本件被告并没有任何受到重大刺激就犯下本案杀警、强盗、枪弹的这个犯行。被告犯罪的动机、目的，就是在避免远警把他逮捕回监执行。本院认为已经无从合理期待被告可以透过矫治教化来降低再犯风险的可能性，而必须剥夺其生命，使之永之，于是隔离的必要。林信吴原本伫明德外狱监服刑，倒教了后伫台南中西区偷牵一台机车逃亡。警员杜明成、周瑞杰因为受理报案追击，互埋伏的林信吴攻击，两警员分别着17刀、38刀身亡。台南地院认为，林信吴已经无法度透过高地教化来降低再犯风险的可能性，判死刑。甚至警员的家属讲，这毋是迟来正义，是司法应该还予家属的一个公道。谢谢大家还记得明成跟瑞姐。今天的审判结果与后续的执行过程不会受到外力有所偏移。正确的事情或许困难，但总是需要开始。请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变好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理所当然，是一定会这个判决的，因为这个是对基层员警的一个公道。我们2家的被害家属没有跟2审的妥协的机会。也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接受他的道歉。全国关注的案件，关于23一审判决出来，都是外界不望的死刑，也不过专案由会当上诉。那家属强调，绝对会继续追踪，要让恶徒接受上严厉制裁。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日去到台南，陪立委参选人去登记，希望这国会会当拼过半，得票量也爱破纪录。也针对着这蓝白合是强调讲，因是伫咧分政治利益。那副总统的参选人萧美琴和国际媒体见面，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立场，也甲中国发声，认为这对话才是办法，战争不是选项。登甲本命区台南，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23早起陪6位立委参选人登记，高斗阵回帮，用定拍出全垒打，爱落实高票当选。赖清德表示，伊甲萧美琴拢是台南出身，希望这摆能突破过去台南得票的记录。对即马蓝白合的进度，伊阁批评这是分赃权利，充满算计的一场游戏。这样的作为是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即便组合成功，对国家进步也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可以带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局势当中稳健的前进。民进党一个辅选造势，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登记了后，第一摆出来甲记者联题，国际媒体也拢出动，包含美国、日本等差不多60间拢来采访，关注萧美琴参选了的外交政策甲两岸局势。萧美琴是衷心的捍卫民主甲台海和平，也愿意甲对方展开沟通对话。I think it'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o also agrees with our position in continu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make clear to our counterpar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ialogue is the only way to resolve differences. War is not an option.
日本媒体是咧问，那被合民调会超过大小配？萧美琴表示，民调起起伏伏，重点毋是那被是毋是合作，是如何互家己搁较好。家己甲赖清德有真侪互补，搁较重要是彼此拢有共同的价值理念。记者综合报道。也讲到这南北合要安怎夹，即马上届新的进度就是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求这郭文德校友记呢，一个人找一个幕僚去到楼顶参详，说去互这校友记拒绝。校友记佫强调讲，着爱先来解决民调争议。郭台铭虽表态家己毋是正当主席的身份，暂时来离开。毋过留落来郭文德和校友记，说是针对着民调议题，一句来一句去，双方无共识。尤其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做事情跟你的谈判说好就好，说签了就是要负责任，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态度，没有所谓的让6%，这一点我一定要讲清楚。用这种人格侮辱，我完全不能接受。今天老实讲，我们要探讨的是台湾未来到底要怎么应付啊？还是那句话啦，怎么做最好嘛？你不要说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啊，那为什么不选最好的？这才是今天的症结嘛。太阳明天依然会升起，上统计学的课，我们如果那需要时间，对中华民国的前途，对台湾的未来，对渴望让台湾走出困境的台湾的未来，年轻的未来，台湾社会的未来，丝毫没有帮助。郭文德强调，目前是国家的关键时刻，总统轮替是主流民意，伊家己所想的是什么款的组合会当选赢，也点头头来批评校友记伫民调顶头等西头脑死等等。校友记是认为讲，大家是一个团队，国民党有正当实力，毋过接受这但是接受这瓜定赢的全民调，希望郭文德咧会当重视诚信，最后甲再向郭文德发声，期待会当做伙来拍拼。伫咧婚姻的检警有接到通报，讲跋筊集团伫咧社群媒体顶头铺文，讲要跋这选举筊，而且佫打出讲这总统选举筊的筊盘要安怎赔，来成这筊卡来跋。警方是假做是筊卡去查，发现讲毋若要跋这大选的结果，甚至还佫南北合也共款来插筊。落尾也利用这假称呢，掠到来收钱的共犯，也查到主嫌。目前是甲这2个人拢声压核准。南北敢要合安怎合？伫还未正式确定进前，早就有跋筊集团将南北合设为筊盘。婚姻证检署9月协报集团伫面册刊大文，获得筊客以3000块的代价，家己赖群组。检警加做筊客额度，10月顶旬成功调出车手面交，现场掠人，搁进一步追查到伊的顶线，姓肖的主嫌。继续透过数位监视等科技侦查手法侦知。该车手之上线萧姓主嫌身份，于10月26日弃获萧险到案。为南北无合作赔率，EB 2.5到过后赔，EB 1赔率，嫌犯以各种组合的赔率，互客观额度来趁钱。警方先以小款钱假以额度拍入侦所，诱捕成功。目前也在扩大调查中，2个人也方提起公诉。予以申请羁押获准。该2人涉嫌违反总统选举罢免法及洗钱防治法，于本月20日予以提起公诉。警方查获3支工作手机，犯罪所得53785块。婚姻地检署表示，以总统、副总统选举结果为目标，提供跋筊场所也是自重的跋筊者，相当会当处有期徒刑5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选举搅拌的不法行为，会当卡检举专线，相关会当得到500万的检举奖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5，就是总统大选登记最后一天，南北合要安怎夹是超白巴。暗头5点的时阵呢，校友记马英九、朱立伦，也佫有这郭文德、郭台铭伫咧军一饭店公开讨论。郭台铭也讲呢，暗时就爱拼命工来协商。啊，那校友记因为这郭文德念出伊的简讯，甲伊念出来，讲这3方要来安怎约来协商的过程，自头至尾要讲互清楚。内面有写着讲。
讲这郭文德写予伊简讯，讲这个郭台铭需要找一个理由，予伊退选，而且要求这郭台铭爱做协商的见证者。好，因为行为也予郭文德批评讲，无应该公开两个人内容。伫台顶坐等20分钟，马英九好友谊朱立伦总算等到郭文德甲郭台铭，落楼同齐公开伫媒体头前面对面。郭台铭以美国港文节做开场，感谢全国关心，希望南北合结局是美好的。邀请我，他说你是老大，你是大哥，由你出来做汤哭，让我出来做统哭，怎么促成蓝白郭的合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里程碑。郭台铭表示，已经伫258号房间准备3个人的位，当咧安排变做5个人的座位，也强调协调需要私密性，会保证专程录音录影，互媒体连线，也有高暗时可能会透明进行协商。另外，马英九甲朱立伦也到场，郭台铭强调，无伫有聊中，也讲若要登到正当协商，伊就提出。我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我出席就是代表我支持今天这个在野合作、在野联盟的会议，也谢谢郭台铭董事长，谢谢柯文哲主席，尤其是谢谢马英九总统。好友仪式读出郭文德团的简讯，厘清双方合约协商的过程，也讲到简讯内容。郭台铭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只要公开就会当。佮要求郭台铭做协商见证者。郭文德回击，好友伊无应该公开两个简讯内容，目前重点爱思考按照对台湾上好。我们蓝白也好，包括郭董也好，大整合，我们就在这个现场好好的把6点延续讲清楚。我也可以请我们的郭董事长来做见证，来做裁判。虽然我是同意的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不是总统要做的事。说我是经过你的同意才练。我同意，没有错。对你也可以不同意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趁机要拉政党的利益啦，甚至个人的利益，这不是台湾未来长远发展。郭文德强调，组成上强的组合是上重要目的。在野整合也毋是只有南北合，应该团结一切会当团结的力量，达成政党轮替。家己是尊重数字的人，那过程中要提政党利益，还是个人利益，毋是台湾永远发展希望看到的。郭台铭表示，公开谈判今麦就开始讲，无希望无言的结局，也先离开。南北整合最后一里路暂时犹原筹备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到这义务要被登去驻兵1年，明年正式施行。国防部完成相关的整备工作，军社有做征收，装备要增加，训练课程要做一个调整。拄入去做兵8礼拜临考训练，也有基本职业，会包含3工2暝的战术行军，野外缩营强化新兵伫战场的能力。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去视察。另外，国防部宣布头一梯入伍的时间会伫咧明年1月25，到时阵等到过年也会放假。庆声炮声隆隆叫，义务役冷静面对炮击毒气，听班长的指示，向目标打进前。这是明年役男入伍了后，完成8礼拜入伍训练后的期末测验，包括3工2暝20公里的战术行军、野外缩营，各团队合作的大出头震撼教育。役男唔哪爱换射击位置，我爱伫20秒内完成战火下的正常救护。1年期义务役明年正式开始，公布国军精进训练课程、震撼教育测验，适用1年期的义务役甲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强化战场抗压的心理。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训员，能够在战场能够有抗压性，遇到枪声不会害怕，一样勇往直前。在各种地形地物是否利用稳当的姿势跟他们运动的方式是否为标准动作来做评断。国防部针对义务役快要1年完成相关准备，总统蔡英文23日成功影观看。国防部讲，明年会调9127个1年期义务役，头一批入伍时间是明年1月25，拄等新政期间，依然会当等于去年休假。春节的休假，它一样会正常休假。那整个训练时数，我们都会按照我们原来规划的训练时数
还有它的进度，还有它标准来做一个实施。国防部讲，越南的方法去步兵排新建大队、新训路盖号牌维训中心等单位，训练因使用红准火器弹、气减飞弹、无人机等无仪器，实弹射击，参加汉光演习各军种的操演。国军嘛利用刑案专案，征收全台32位影射。各位的经验都是我们未来调整训练课程的重要的参考。各位都是我们国土防卫的重要的战力，也是强化国家的国防韧性不可或缺的力量。蔡总统讲，义务役预期有调整的必要，目标是要让每一个义务役有执行守备甲民防任务的能力，落实家己的国家家己守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菲律宾自一直离台湾100公里远的菲律宾北部海域进行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中国海事局虽宣布29到24要伫南海军演，背书是要反制共款。那日本海上保安厅也伫咧22派出专家协助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进行演练。就专家分析讲，美国、日本、菲律宾希望利用这款的机会压制中国伫南海的军事企图。美菲军机伫离台湾差不多100公里的菲律宾北部海域在巡航。美菲对21开始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不过中国的海事局嘛发布22到24伫南海做军演，要反制的意思是真明显。中国外交部阁讲，已经向美菲表明袂当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美国总统小马可斯讲，这证明菲美拍拼在加强军队海空巡逻的互通性。中国海警船车闸则向菲律宾的补给船来发射关压的水条，想要阻挡运补。中菲的南海争议是真歹解。日本海上保安厅22就派专家帮助菲国的海岸防卫队来演练，佮继续提供菲律宾的巡逻船来强化警备能力。学者分析，美日菲等国拢想要制衡北京，想要伫南海抢地盘的野心。美国、日本、菲律宾在南海议题上虽然它并不能讲是三方同盟，但这三方是增加彼此的这个合作跟协调，制衡这个北京、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一些外交上或者军事上的动作。南韩总统尹锡悦和英国首相苏纳克日签登联假协议，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特别讲到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是绝对袂当欠的。另外，伫安全防卫事务领域，英国、韩国会建立新的外长和防长2+2的对话机制；伫科技、经贸和能源安全的领域，会建立新的半导体合作、扩大太空合作。学者认为讲，英韩的协议虽然无用真明显的词，但关心台海的态度嘛出现伫因应中国霸权扩张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日宣布，公私立大学大学寮的补贴方案，一般生一学期补贴5000，要若弱势学生是补贴7000块，一年就要开28亿，会由内政部的主体基金来处理。大概有275000名学生会当受到补助，明年4月开始实行。全新的外观设备真新，这是启用无偌久的大学学生宿舍。也毋过因为是新启用，若是4人房一人一学期就要37000块，2人房一人更加是要5万块。为了照顾少年学生，行政院会23确定，公私立大学校内宿舍的大小补贴方案。我下学期应该也是会住宿舍，所以如果有补助的话，对我来说是蛮大的帮助。近6万的学费，然后住宿费也是5、6万，补助额度可能虽然少，但是不无小补了。最近行政院一直对学生放出第2刀，6月才宣布减免私立大专院校学生的学杂费，每人逐年35000等措施。大学方面，税金补贴放宽申请年纪58岁，学生税厝相关补助3600。即马阁宣布大学校内的大学也补助，一般生大学期补助5000，中低收入的弱势生补助7000块，有估大约有27.5万名大学生受益，一年所需要的经费约28亿。如属于低收入户或者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则补贴额度以每名每学期7000元为原则。学生是只要去缴交，扣除掉补助的差额，就可以。教育部表示，补助以正常就学期间为主，无包括寒暑假留伫宿舍。多数大学每学期的住宿费大约伫5000到15000之间。补助了后，会有8成学生负担加过1万。那后来一学期宿舍费用无够补助额度，是由教育部支付实际金额。
确实在学校宿舍的部分的话，就是量比较少，所以当然用到的学生不一定那么多，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那个需求，只是说他如果去外面住的话，还是可以申请租补助。如何提升私立大学或者整体高教的一个教育品质，还是当务之急啦。我们不能用选举的思维来办教育啦。对政府一连串的教育补助措施，私校工会也建议应该投入经费，帮助私校提升教育品质。若无学生的读书费减价啊，学习品质又完不好，都失去意义啊。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宣布要提供予这大学生带学料的费用补助，不过一寡学校这学生是反映讲根本抽袂到床位，甚至烦恼讲这宿舍费用会起价。就民间团体认为讲政府要有一个专门处理的单位，也要定出学校宿舍费用的标准。正港的多功能读册空间，楼下阁有简单的超商，这是台中的朝阳科大今年9月才起好的日期宿舍，会当提供予2300学生来住。完善的液体和饭店式的管理，一学期是收费差不多25000。虽然和伫学校外口租厝差不多，但学生嘛是烦恼讲，学校未来嘛是有可能会起价。多少会有，但是学校应该是就是不太可能会随意调整价格这样。中央宣布讲，对大专的学生提供每学期到学校内面宿舍的补贴，但是真侪大学的宿舍拢无够予学生住，而且真侪学校的宿舍拢有新起，也是搁订经理，真侪学生拢烦恼讲，有可能宿舍费用会起价，有学校就讲袂因为这摆补助来调起收费。不会啊，怎么可以调整？因为我们房价本来就定啦、那政府的补助就是补到学生的支出上面嘛。此项嘉惠学生的政策，当大力支持。当然，今年也不会调涨学生住宿的费用。真侪学校拢讲会以学生的需求来考虑，中部包括中兴大学、东海大学、勤益和朝阳科大，目前拢无调起的计划。但南投埔里的国立暨南大学讲，会在明年启动宿舍的改造计划，到时收费都会调整。50%是由学校的这个校务基金来去支应哈，衡量就是说镇上的一个价格，那最后推出来的价格一定还是比镇上还会有吸引力的。宿舍的租金还是不能再往上调，甚至教育部应该要来跟各个学校协调。有学生认为讲，中央的补助是对公私立的大专学校拢相同，等于是鸡头式的平等。清明协嘛讲，政府除了爱有统筹单位，嘛要对宿舍的介绍来定出标准，才会当互补助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对阴暗开始呢，各个东北季风影响到北部，这方面会开始落雨，温度也会较凉冷。中南部同款是早暗温度会差真大。气象署也要提醒民众，后礼拜一还有一阵东北季风，会较大冷，啊，冷空气也会入南。到时阵北部地区上界嘅温度只剩14度尔。这几天东北季风减弱，日时和暗时的温差较大，中昼甚至会感觉有淡薄仔热。不过北台湾今日暗时会变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和东北部明仔高温会降到差不多23度，要一直到礼拜才会回温。主要凭今天的晚间靠近深夜，一路持续到周六的这段期间是影响比较明显的时候哦。那可以发现降雨其实是非常的限缩。那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主要也是偏北台湾哦。可是因为水汽比较多，所以辐射冷却的现象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低温表现上很可能没有很明显的下降。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马上会有第二个东北季风来，预计影响到拜四透早。后礼拜的东北季风落雨时间较短，敢若拜一雨势会较明显，搁来大冷空气会予温度下降，甚至会比明仔搁较明显。那这一波的降雨呢，其实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就是北方大陆冷的空气下来，那这个冷空气比较偏干哦。当它比较干的情况呢，除了冷空气白天这样的影响以外呢，清晨这种辐射冷却造成的低温也会相当显著。那降温的程度呢，有可能在台北我们目前预报，在这个29号的清晨是有可能台北是达到14度这样子的温度。另外，气象署也提醒，为今日暗时开始，台东、甲云林、恒春半岛、甲离岛地区可能会出现10级强阵风。沿海地区也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出现3米悬的大影，作业阵要加注意。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伫咧美国加拿大边境的彩虹大桥，日前发生轿车驶伤紧，规台车飞起来，并且搁伫咧检查站爆炸。
驾驶含乘客2个人当场死亡。这在意外也互感恩节假期警戒变更较严格，致使这过境的大桥有成封锁起来。经过调查，认定不是恐怖攻击。做事的车爆炸，烧个敢若一片火球，看到的人在讲进前车在关速的时阵烧落，规飞起来过程想到佫真惊。I first thought it was an airplane. It looked like slow motion, and I said, "My God, it's a car, and it's a vehicle, and i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He hit the concrete barrier. 即么当时感恩节的连续假期是车上济的时阵，伫美加边境尼加拉水墙的轻桥关卡头前发生这件车祸，造成驾驶含乘客2个人拢当场死亡。检查站的海关人员轻枪，虽引起安全的疑虑，美加当局正重视，嘛随封锁包括轻桥在内尼加拉水墙附近美加之间的4座桥。美国水务城机场的国际航班是暂停起降，美国各地嘛暂停加拿大下境的火车，但是经过调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都甲轻桥以外的边境关卡拢开放，互民众会当行。At this time, 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a terrorist-involved attack here at the Rainbow Bridge in Western New York. 调查证实，肇事的高级轿车的车主是纽约州的居民，伊讲是载因某去加拿大听演唱会，但是演唱会取消，因就转去附近的教场，伫离开教场了后，就发生这件车祸。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以色列和哈马斯本地讲好势，讲自350名人质，也有150名巴勒斯坦犯人放出来，交换4天休战的协议，虽也传出延期1天。联合国安理会也呼吁休战的时间就要久长，人道救援才会当救到更较侪人。另外，以色列军队继续公布伫加沙地区所发现到的哈马斯地图，这地图内面呢有已经灶骹，甚至要飞机式。以下冲突爆发1个半月，伫卡达甲埃及的协助之下，原本双方同意伫当地23早起10点释放哈马斯绑票的50名人质，甲拘禁伫以色列150名巴勒斯坦人，来换4天的停战，实施人道物资救援。不过以色列军方2日暗时的态度煞出现转变。אנחנו קיימנו היום שיח של הרמטכ"ל עם כל מפקדי החטיבות. אני גם לא יודע מתי תיכנס הפסקת אש. אנחנו נהיה ערוכים לעשות כל מה שצריך כרגע. אנחנו מתמקדים במלחמה. מה שעשינו היום זה לחשוף מנהרות של חמאס ולהשמיד אותם. 以色列表示，停战协议未伫当地2时正正开始。相关人士透露，因为以色列无收到哈马斯要释放头一批人质的名单，考虑到其他无稳定的因素，决定延后协议的实施时间。对于停战只有4天，联合国安理会2日呼吁延长停战的时间，对于加沙提供更较侪人道援助，和更较侪人质会当平安倒转去。另外，以军继续伫加沙北部扫动，2日又搁公布哈马斯伫司法病院下面的地图，内底甚至是有下镜仔、厨房甲有装空调的会议室这空间。以军表示，在地图的其他出口有一寡伫幼稚园，有一寡伫清真寺，也是学校内底，方便和哈马斯会当伫城市内底四界攻击。Now we are in the tunnel, just below the Qatari building that you saw outside. There is rooms that helps the Hamasis to stay here, and they use the hospital as a human shield because they understood that we will not attack them. We assume that there is another way out that they prepared. It's not open yet. 以下冲突的证据嘛，脱销美国的好莱坞，捌伫1996年获得奥斯卡影后的好莱坞女星苏珊·莎兰登嘛，因为出席车教的亲巴勒斯坦集会，口舌犹太人体会穆斯林的滋味，引起犹太人甲美国的穆斯林不满，和好莱坞顶级的经纪公司 UTA 开除。另外，电影《精神尖叫7》的女演员梅丽莎·巴雷拉，嘛因为转发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文章，和制作公司用对反犹太主义零容忍的理由来开除，无法度演出同系列的后续电影。公司新闻台上编译。英国乐团 Coldplay 等日举办亚洲巡回演出，第1年演出进程呢，有部苏联团体伫遐示威抗议，也那伫咧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也因为 Coldplay 支持 LGBT 的立场，互宗教团体反对，要求着爱取消演出。不过首相安华表示，政府无理由叫因袂当举行演唱会。穿简单的雨衫伫中国排队，就算得落雨。这 Coldplay 乐团买种的日程是一点嘛无受影响。英国天团 Coldplay 亚洲巡演，2时来到吉隆坡，真侪个买 fans 是期待要看因精彩的演出。
Lagu-lagunya semua menceritakan tentang kehidupan, love, humanity. Memang best lah lagu Coldplay. Coldplay 乐团的巡演顶一站是来到印尼的雅加达，但是开始像进前却拄到反 LGBT 穆斯林团体的示威抗议，交通塌掉，佮爆发警民冲突。Kami sebagai Muslim, sebagai warga Indonesia, rakyat Indonesia harus berupaya melakukan penolakan, pembatalan konser musik Coldplay yang sangat kental dengan LGBT. Coldplay 伫吉隆坡开演唱会，虽然受到粉丝真热情的收听，强调无希望音乐含政治牵做伙，但是大马宗教师协会本地是伫19要求讲要取消 Coldplay 伫大马的演出，认为讲这种享乐主义的活动已经违背大马当地的道德规范。不过大马首相安华对这讲，政府是无理由阻止因开演唱会。大马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嘛讲，欢迎 Coldplay 这艺人来大马演出，帮助经济发展。公司新闻江文编译。讲到这气候暖化引起冰川扬起的这个危机，即马透过 AI 科技的辅助，会当掌握到大型冰山这个状况，随时做出反应。巴基斯坦要伫咧冰山附近安感应器，防止做大水，也会当提早预测到这冰川要扬起的状况。因若伫咧南美洲的秘鲁，过去58年来，因境内一半以上冰川拢已经扬起啊。传统的科学家拢是人工操作，用卫星传递的影像冰山的分析数据来定位监测大型冰山，量化冰山退冰的程度。不过，根据卫星所翕的影像，冰山海边甲残云，伫湿地甲外观拢看袂清，特殊处理时特别费气高工。即摆科学家透过 AI 科技的协助，会当点短短0.01秒，就准确画出大型冰山的面积甲外形。I think the algorithm could get even more accurate, but I think the study has already proven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and very useful tool for this. 另外，巴基斯坦有80万人住伫冰川15公里的范围内，冰川退冰，成做大细细乌比。若是乌比溢水来做大水，会随时危害民众的安全。为了改善这款的环境，巴基斯坦已经伫北边的冰川附近安装监测器甲监视器。若是冰川有变化，数据就会当送到手机啊，通互民众随时反应。फ्यूचर प्रेडिक्शन ये है कि ये ग्लेशियर जो है ना मज़ीद पीछे चले जाएगा और ये जो झील जिसे जो है ना दरकुत ग्लेशियर झील कहा जाता है, ये हर साल इसकी जो है विड्थ और इसकी जो है डेप्थ में इजाफा होता रहता है। थ्रेट ये है कि डाउन स्ट्रीम कम्युनिटीज़ के लिए ये झील जो है ना बढ़ने की वजह से गर्मियों के मौसम में जो है ये फटने का खतरा है और ब्रस्ट होने का खतरा है और डाउन स्ट्रीम जो पॉपुलेशन है वो 2010 और 2078 की तरह इफेक्टेड हो सकते हैं। तो लिहाजा हमारे जो रिसर्च अब भी इस वक्त जारी है। 南美洲的佩鲁第2日宣布讲，过去58天来，境内有56.22的冰川已经消扬起。佩鲁国家冰川和生态研究所的官员讲，佩鲁目前还有1050平方公里的冰川。虽然冰川是用冰的方式当作土避水，会当伫酷寒的时阵提供用水。不过全球暖化变强，气温一直升悬，加速冰川的消扬，卖增加土石崩落、危害民众安全的风险。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进前交通部宣布，明年3月1日开始开放台湾组团去中国观光。不过，陆委会说是限制一天是2000人次，引起业者反弹。交通部长王国材今日表示，只要旅行社就有人客，就免管陆委会安怎规定。陆委会也表示，讲相关的细节由交通部规划，伫过年之前会提出组团的方案。我不管路委怎么样了哈，2000人为原则可以做一调整，就是这个结论。我是希望不要让他争议，比如说他已经揽到团了，然后再什么叫人家解约。承诺维护旅行社的中国团袂当出团，因为交通部长王国材日前宣布，明年3月1日起开放台湾出团去中国观光。不过陆委会国讲，一天上最2000人。引起业界反弹，有心拿人数超过，也袂当出团。如果以往来讲的话，大概也有5、6千人左右，夫妻2个或者是一家子，然后刚好是
第2001或2002，那你要叫他说你不能去吗？这是不可能的嘛。包括了要收定金、签订旅行契约书，还有航空公司也会要求要开票。行程上面，因为政府政策的一些不确定性造成，如果真的是不能成行的时候，业者还会衍生出一些相关的一些纠纷的问题。所以说，希望政府能够赶快跟业者说清楚。业者讲，目前台湾4000间旅行社的9成有开中国团。若是逐工限制人数，若实施有困难，嘛会影响旅客意愿，甚至会产生消费纠纷，要求唔当设限。不过，陆委会各甲问题送给交通部。相关的数据还有评估的意见，要是由交通部提出来啊，包括这2000人为原则，我相信交通部到时候会依照当时的新的整体的情势的做一个评估。陆委会讲。一步一步顺势来恢复两岸的观光旅游交流，是政府的目标。交通部会伫明年春节进前公布组团规划的细节，嘛相信会和业者充分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路竹台一线部分路段，对民国80年开始有征收，甲这车路分跨3改。最近这路竹的都市计划，捷运红线还佫改善车流量，被改分跨第4改。顶个月23呢，公路总局举办公听会，真侪住户去抗议。今下晡举办第2场的公听会，民众犹原是真反弹。比着家己厝的电话卡到客厅，这位住伫台一线路竹段沿线的居民讲，那拓宽1楼的存储房，退休大约10公尺，这是伊拄到的第4摆拆迁，不满连续征收拓宽，公路总局召开的公听会，批评声无停。立场无共的居民参加呢，有民众认同拓宽，有人质疑必要性，也有住户烦恼地上补贴钱补助款用旧制计算，甲今卖的厝价落差伤大，厝无啊，钱也无够买新厝。咱公路局，我多点这个工作，你别感觉见效哩。车流量现在那么大，就拓宽，到时候就车祸一堆。你咧叫起买，这份一间厝要偌济？1000、2000都有，啊！你咧卖到咧，无可能卖到啊！公路总局表示，拓宽计划是考虑地方发展甲用路安全，符合公益性必要性。为台一线甲台田路交叉口到台一线甲路区10路交叉口全长3.7公里，道路为23公尺拓宽为40公尺，变做双向6车道。那补助款的计算方式，明年有希望有新版本出来，补偿标准会较搭紧目前的厝价。市政府绝对会甲伊查某标准做一个检讨，啊有可能明年有新的标准。公路总局表示，因为受影响户数400户，人数真侪，而是还有一场公听会，到时阵收集完各方意见，才会当讨论后一步。记者综合报道。过路人的安全最近是真重视，伫高雄就议员指出讲，高雄有一寡车路的设计真奇怪、真危险，呼吁市政府爱赶紧改善。大家赛车时阵，敢有看过路顶插伫道路顶，这敢会伤危险？伫高雄市林岸区正义路遮，就8支路顶插伫路边，有市议员伫总质询就提出，这种设计奇怪道路，认为威胁民众安全。大遮的居民嘛认为，政府有改善的空间，爱考虑到赛车甲过路人的权益。会当无影响到路吼，也是讲人行道顶悬吼，会边仔角，也是安那拢无去影响的范围内底。我感觉这个改善的空间应该真大啦。这个人行道咧退缩的时阵，我竟然看到讲路顶竟然搁插伫这个马路顶悬。我有感觉讲这就是增加咱开车的时阵，也是讲一寡乌多摆的人伊去弄到这个路顶的这个风险啦。正义路这段人行道今年初才完工，议员表示，虽望道路是拓宽，不过嘛爱兼顾赛车民众的安全。干部局是回应讲，因为安尼设计是符合规定，而且路顶是设伫停车区内底，并无插伫路边，避免有机车停伫遮，影响过路人的权益。因会甲议员沟通协调，若是有必要，干部局会改善。是为了避免机车停放在人行道上阻碍通行，并考量停车需求，才将包含路灯、行道树、变电箱、停车格等设施，以停车弯形式合并成设施带，
议员张朴友指出，这款奇怪设计，高雄其他地区嘛有，亲像科公馆车站附近，骑斑马线到对面，煞是一间厝顶顶。副市长林天勇表示，市府会结合公务局、交通局等等单位协调改善交通问题。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咱人的髋关节就是大腿相接着这盆骹骨的骨轮，也是咱身躯顶当中上界大的关节。若准开刀要换人工的关节，手术工序真大，复原时间阁长。不过，伫咧嘉义县的中基病院运用创新的手术技术，或者换大腿骨关节的病人呢，过长工就会当落病床行路，工序阁细。目前已经有50多件成功的案例了。配合物理治疗师的指示来复健，换髋关节的病人，才手术第3天，就会当落病床行路。家己中基病院关节中健科的医生讲，为改变的线来做换髋关节的手术，工序细，佮缩短手术复原的时间。就是稍微痛痛的，但是走路没什么问题，就还蛮顺利的。这个比基尼式切口的最大好处是伤口比较美观，然后切口比较小。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切开了以后，髋关节附近的肌肉还有肌腱的部分都不做切开。到我前后住了5天，然后因为我那一天我早上中午就已经出院，下午3点有班，所以那一天回去之后我就去上班了。嘉义县是老人人口比例真悬的所在，物理治疗师就讲，是大长时间的姿势不良造成髋关节的退化，若是佫因为跌倒伤到髋关节，常常佫会带来佫较侪的病尾。原则上就是久坐，坐的椅子如果坐得很低，或是习惯是蹲的工作，这个也会。那最重要的就是有些人呢，他或许需要负重搬东西，因为他们务拢的姿势原则上就是会弯腰。然后受力从腰部受力到臀部都会很受力，这些都会容易造成髋关节的一个退化跟磨损。中基病院关节中健科讲，传统换人工关节的手术，爱为尻川皮或者是大腿边仔来开刀，对老人来讲，会需要真长的复原时间，造成病人甲家属照顾的负担。新的手术方式，不但让病人会当真紧恢复原来的生活，嘛提升患者治疗的意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花莲寿丰乡水产园区和民众检举，讲这个养殖业者为着要防止鸟仔飞落来食鱼仔，家己就伫顶头看网仔，煞造成鸟仔卡伫网仔顶头死亡，其中也有真侪保育类的鸟仔，恐惊已经违反着野保法了。来到专门养殖黄金蚋甲台湾钓的寿丰乡水产园区，会当看到部分鱼稳有菜掠鸟网仔，网仔顶有一寡鸟仔因为无救援死亡真久啊，也有2级保育类的鱼鹰，互爱鸟的人看到真唔甘。有些它鸟网架设的时候，就它就是没有无差别的去抓嘛，对。但有时候它其实抓到的物种，并不是会影响到它它的作物啊，或是一些它想要防范的一些物种啊，对。所以其实蛮可惜的。养殖业者是讲，大概买台湾钓鱼仔仔甲黄金蚋仔都爱100万，毋过鸟仔一工就会当食了，无识鸟仔网仔就会无饭食。保育动物嘛都爱顾虑渔民的生活。他来这里，我们在淌血，你知道吗？我们的鱼苗啊，一条啊要多少钱？整天都来这里吃啊。有一只标本在那里他比较不敢来。县政府讲，寿丰是野鸟重要生态第一单位，也是大鸟聚集的所在。当年11月，鱼鹰来遮过冬，要求业者识鸟网仔爱申请。如果是合法申请的鸟网设施的话呢，那如果捕捉到保育类的一些鸟类，那请我们农民要立即释放，或者是遇到有受伤的状况，那请转到我们县政府农业处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来进行救伤。因为死去的鸟仔认袂出来，县政府甲挂伫网仔顶拢总6只死鸟仔送去滨科大检测，目前确认其中1只是保育类鱼鹰，所以业者无申请挂网，保持总队要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南区德溪段附近的生活废水拢会排落遮，致使这溪水污染甲真严重。进前市政府有开上疫情治真无简单，有一寡成效。不过即马伫同一条溪水尾却是臭摸摸，附近的住户是真倒单。水利局回应讲，目前有一座水质净化厂正在运作，第2座明年因若摕到经费会赶紧起，到时就会当改善这臭味的问题啊。
不少民众透早沿日新溪边行路做运动，近来在地民众指控溪水内的土霉臭糊糊，其实这条日新溪因为溪水污染真严重，早前市府已经整治过啊。不过在地住户嘛是怨叹水尾断，每若透风，互因就要挡袂牢。就连边的国小嘛影响到，估计有2万户受害。大家来看厝的拢讲，哦，你这条狗有够臭。做囡仔遮吼，遮是都有热带雨哦，啊，毋过无法度啦，一档比一档污染。门窗关起来，如果开冷气的话，影响度是不至于这么大，但是还是建议市府的部分可以帮我们做河川的改善。日新溪水头是竹溪迄带，经过统计，每天的垃圾水有5万吨。水利局指出，要彻底解决臭味的问题，得对水头下手。目前水利局伫咧水头已经有一座水质净化场正咧运作，第2座按照要去伫咧水尾段。市府讲，未来2座加起来会使处理6万吨的垃圾水量，到时臭味的问题就会渐渐改善。那会当迅速去完成迄个净水功能的话，哦，那有那会当来改善咱下游。每天可以处理竹溪的污水量大概3成到4成左右。净化以后，2万吨的水可以再回补到我们的河道里面，大幅的降低我们竹溪日新溪上游丁桃的污染量。地方望会使赶紧让溪水无臭味，水利局表示，水质改善计划拢计划好啊。明年除了会甲环境部申请经费，嘛按算办说明会，互住户了解整个工程进度。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高雄莲池潭古早营国中6公顷的绿地被变做是公园用地，市长陈其迈2年前有答应民间团体，不过这2年过去啊，新林城市协会指出讲，这块土地有原无变化，进度上过慢。市政府的这公园处也回应讲，今年已经把这资料送到中央审核，要等中央通过，工务局才会当开始规划。一大片的公园，有人骑脚踏车，有人当咧运动。这是莲池潭古早营国中绿地，是观光发展特地专用区用地。2年前，市长陈其迈答应讲，这地买6公顷的地，未来规划做公园，袂起大楼。已经2冬过去啊，新林社区协会表示，当初市府答应要规划做公园，2冬敢袂伤久。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有草地啊，然后树木这样子。那尽量减少一些人工的设施啊，我想。伊的都市计划部分虽然高雄市已经通过啊，但是中央呢已经卡关超过半年。协会表示，其实今年3月，高雄市府通过将地部变做公园用地，到达超过半年的时间，中央敢若开1摆会，结果就无消息，传出是有反对声音。对此，公园处回应讲，市府今年已经将资料送到中央，中央也未通过进程，市府敢若会当维护环境尔。这块用地啊，即马是迄个观光发展专用区啦，吼。啊，目前是经过咱高雄市都委会已经变更为公园用地。那目前是去送中央咧做审查，咱公园处就针对这个基地部分，管理去做一寡绿美化的简易设施。协会认为，高雄过去土地开发的案件1年内就有结果，不过这件公园绿地案已经2冬犹原无完成，毋望市府会当回应民意。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甲观众朋友插播一个上届新的消息，就是这总统登记参选剩无到1天的时间，若被合稿但犹原无共识。国民党伫暗时7点半伫东部开记者会，强调11月15的时阵已经有签6点协议，希望郭文哲就要遵守，和若被合作成做上届强的团队，毋是个人尔。因也讲到会用诚心、耐心、同理心来等待，一直小拗就是希望讲这若被合作会当来实现。接下来，咱来看讲到这第43届53连奖的技术奖是颁发给摄影家谢三泰，伊用这个镜头记录台湾民主历史上真重要一段时期。踮伫咧台北市中心的自由广场，疫情过后，已经会当看到来自各地的游客。这个看起来恬静的所在，对走过新闻的摄影家谢三泰来讲，有无共的基地。我走的新闻主要是政治新闻，所以我大部分拢是伫咧这块咧啊吼，这块咧叫做博爱特区街头运动的一级战区，所有要请愿的，毋是立法院，所有要游行的，就是来这集结，我上尾啊，就是伫这做终点，
啊无就是总统府做上尾一站。谢三太伫平湖出世大汉，20岁迄年去高雄做兵，开始对台湾人脉较深。因为对摄影有兴趣，谢三太退伍了后，就上台北。伫1987年解严迄年，到助理暗部做摄影记者。伫自由广场这搭，谢三太印象上深的是1990年的3月学运，也就是亚必合学运。迄时有来自全台各地学生踮遮静坐。这张相片就是伫这位置学生的剧团。来遮做一个行为艺术的表演，牌楼下的所有会当画的，拢来写什么国会全面改选，还是总统直选。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认为，谢三太的影像唔但记录台湾民主，也推动台湾民主。推荐谢三太得到这摆的53年艺术奖。不过谢三太真谦虚，伊讲伊只是咧做记者应该做的代志。你讲讲的我唔敢讲啦，但是我感觉记者就是有一个责任要让社会知影这个代志。民众甲警方，你知影，咱做记者，拄啊伫咧因两个磨合的中，咱必须要徛咧因中，才有法度采访两面的声音。2002年时，谢三太认为台湾媒体环境已经改善，伊就决定离开媒体的工作。这几年，伊登去故乡平湖出版《咸水庵平湖印记》这本册。也为电影《罗马到15号》翕戏剧的相片，换另外一种方式记录台湾。伫最近，谢三太也当咧整理家己30-40年来的摄影作品，拍算变做一本册，互济无经历过街头运动世界开花年代的少年人，也通知影台湾民主历史的过程。记者郭宝根、张水台北报道。台北故宫推出年度展览来看大航海时代世界文化。这6张这么大张的图看起来是真壮观。这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伫1602年编的《昆乌万国全图》，内面有当代的中西方国家对世界地理的探索资讯。这个千花灰啊悬顶悬的图，和传统的印象是真无同。而且这的文物拢是伫16世纪的时阵，当时文化交流上好的见证。欧洲人来到东亚的时候，跟中国广州那边的商人订购传统的青花瓷上面可以找到欧洲的那个英文字母、罗马字母。对，这是一个不同文化交融之下，突然就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了。其实16世纪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来临。16世纪大航海时代，亚洲、欧洲、美洲国家少年团拢经过海路来交汇，不管是伫经济还是文化，拢有真侪交流。故宫北院推出年度大展无界之外，展出16世纪发生的这故事。17世紀中頃までの作品が中心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が、以前成田焼の作品が読んで、日本からの注文による後世の慶徳地民謡で作成された小染付と言われているお茶の茶事における懐石の食器類3件、合わせて7件の作品というものがこの展覧会に出品することができて。以往我们的展览偶尔也包含院外的借展品，但多半不会超过10件。共计169件中，有78件是来自院外的借展品。这摆特展除了故宫家己的馆藏，佮结合日本、法国、荷兰等等杂志的国内外馆所在来真珍贵的点状文物，嘛展出大航海时代是安怎带动世界经济和文化交融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特别个变天，明仔载天气咱做伙来注意。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